社区中辈早来开场表演，相当有活力。奇美病院邀请台南市政府失智友善组织等单位举办失智症预防以及关怀主题活动，除了表扬失智友善志工甲单位，也佮规划健康促进、脑力挑战、营养活动等单位。其中还佮有抽结合保健常识的签诗。预防失智做成15个签，那这每一个签都是一个高风险因子，所以我们就让长辈也是要非常诚心的拜拜。拜完之后呢，按一样的所有的拜拜程序都一样。拜完之后，他就来抽一支签。台南高龄人口比例大当升悬，推高永康、仁德两区已经有超过4000名失智人口。病院对2019年开始推动失智友善社区，今年经拓展到仁德区，要互照好落实在地化、生活化。失智症的病人必须要走出家庭，必须要走入社区。那么他在我们的社会处方签底下，他来跟人群来做接触，来做互动，动动脑，动动心。那么这样失智才不会恶化。预防甲照顾失智症已经无搁限制伫咧医疗院所，更当媒合基本长协、观光工厂等资源。推动非药物治疗的社会药单，让失智患者伫咧实施安全的环境当中社交互动，会当延缓认知功能退化，降低有助风险。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